一般是由冲茶奥多拜，能由套路救援，脚踏车去到斑斓产的快嘅，而且个想办法送去涨哦。不过某啲公馆一间脚踏车店，30年来，所有民众一同添花，头家听义货，如果免费囤茶抢过一张。听义货唔单止会涨茶，还会好骑茶。上早以骑公路自行车，这个体会出一套训练方式，还是属有强团人天数训练自行车过数。更加近68岁嘅听义货，更多骑茶还系兴趣出的，而不是为带领车队睇公馆，还个附近乡镇骑茶。向下来认识一个不老骑士。我在第一位的时候，我的手势一打的时候，后面第二位就从这边左边哈，就超车过去。要叫他靠右，因为有来车，路比较窄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手势这样子。虽然大家拢已经讲清楚收费嘅意思，不过出发前吹将听义货还能经反复等下骑车嘅注意事项。利用难得嘅好天气，几位车区区员又出来行行咧，见到苗栗公馆嘅天巡路骑天马，巧咧就到熟悉嘅天然餐厅歇困。人家边咧门咧好唔怕，伊拄到去得到。啊，43人茶水忙成立，就冲下带后里嘅走63公里，其實我買難都冇變買難。你哪唔上呀吧？梗係一當嘅啦。咁我食個後里啊，我搖上起來吼，來50歳。了解此行車區成立已經12年，現場賽對公館出發去到其他演示，帶領大家嘅係兩位68歲嘅隊長聽義貨。即個安尼平常安尼到那地去嘅速度轉慢較多，就利用一個來休息一下樣嘅，吼，個心臟比平均落去，個就唔會蹦滾，就耐力要有。要身體當天，然後帶隊的，而且還開山的時間哦，去那個落後的還回頭，你條路轉來順來的，有天多冇天多，體力相當好。雖然有些咧，不過聽義貨騎天馬，無論體力同耐力，技術也唔會輸本後生人。後生時就當好騎公路自行車，也有自家一套鍛鍊方式。還是本人就長期聽受訓練，自由車決手。從一家按樣嘅來從，按樣都要加當起，按樣嘅連續一個關係，按樣辦嘅就這個速度真唔會慢下來，嚇一個變速嘅優良，個上架按樣嘅能嘅力度真會出來。唔係體育科班出身，還是在聽受訓練決手。上期新聞演前，加堂同後生人騎山路嘅回憶，聽義貨還係知道當驕傲。佢講騎天馬按當然，只有建議嘅就係時代以前騎跑嘅中學生，透過騎天馬抒發情緒同多嘅體力。帶出了教佢講啊，也先生老人一嚟樣嘅自己樣嘅關係，哦，人樣嘅做，哦，先生有先生嘅困難度，家長有家長嘅上下班，因為照顧唔到學生嘅。所以講，我係當會將一條中學生貼帶起來。帶中學生騎天馬，聽義貨還做起葡萄先生嘅角色。不過到底還係要自家嘅些時間無好配合，所以呢兩年佢改做車隊，推廣老人家騎天馬健身。較上嘅年紀嘅人，較唔識騎到嘅人，只不到上車，佢會腳較重要。所以我喺騎一趟呢，冇太夾，騎一趟呢必了一下，騎一趟呢又必了一下，佢都唔。一冇了太久，嗰畢竟騎咗幾有經驗嘅過後，佢就有一種嘅感覺。老人家做講時間較多，嚇，佢當然都可以嘅，嚇。啊，就搭早晨帶佢落去安尼，
也着安尼浓露啊，也着安尼去气，空气好，过去也练到食个脚筋。也数头吼2期，啊，也插落来，打，就可以。好，也数是拿起来，然后数落去，这样安尼。这样的，还是中医安尼的。180啊。那放咗啦。哈？放半好啦。天意服嘅专业系天马店调价，上车已经超过半世纪嘅时间。因为技术当好，严格当多无好讲解，较少看到嘅车，拢会送来公关量将其处理。像最近就有一台30万元嘅古董车爱考验机。嗰日练呢哈，老人一般的无中央，一练呢，哈，一般的练呢较窄的木，也较老木。哦，係咪靠會溜練？唔係，最重要就夾個單位角度切咗一張，角度你冇張就做唔得。像那種車係靠網聽衣服，只係連片持得較麻煩，因為當多都已經停產，甚至對二手通路也當難拿到。人去一件一件的去作動啊，作動嗰度前面就落點，來去奧多麥去前面就落點，去一件一件的前。所以佢同人客講，將那台車冇時間表，要耐心等。只係將車將到一半，才看到聽衣服圖記錄上起燈天馬和牽燈另外一台，有咩圖表演貼機，係佢開天馬店按多年來一直維持嘅貼片服務，投入9年。就會同人客吐露行快派嘅天馬，親身前來點行獎。都掉喺店嘅面前，掉喺店面前，係啦，啊起啊哈，就包恁啦，包恁嘅，包安全的行嘅啦哈，全唔行嘅呀，佢全部包喺嘅位置，還有恁呀，還有恁咩？還有恁我有寫出來嘛？它已經爆掉了，已經跑出來了哈。要有人客嘅天馬愛吐露9年，同時聽起來蒼狂和當嚴重。聽衣服到靠天提點了後，臨時去天馬去事故現場。啊，哈，那女台走出來，要先撞落去，我讓鉗轉落去。那用鉗啊？用鉗。那用嘅鉗啊？唔會啊。這裡整個破掉了。然後剛剛這裡也有一個地方那個破，那個被東西刺穿的。現場先簡單處理，方便等下鉗轉點行獎。開店30萬元來，聽衣服弄係安尼服務人客。謝謝。當然佢咪係模仿片，因為韓國還有條假裝，佢係講上班，呢度時間冇到嗬，佢去咗半路嘅，嚇佢查翻咧，我看見咗打電話來也好，人來也好，捱到我去鉗咧轉來，捱用鉗，喺鉗唔轉來，誒用上嘅柴去載，嚇，咁樣講像講練強創快啲咧，佢都鉗唔得。縱然聽衣服係咪要小型車嘅客？還是服務提供另外嘅人客。今年才出黃行，差唔多7 kilo 嘅。係，又個出黃行嘅，佢探出來，佢油廠嘅，佢地位人家嘅去提鉗轉來，嚇鉗轉來，正好幾張坐巴士出來鉗。聽衣服講，店開拓裝下蔬菜，天出有多到人情味，所以佢嘅吐露9年服務唔蝕錢。都是上錢嘅，嚇，入去做係算一個顧客，人都冇條價算。韓國嘅錢幣都一下嘅成法，要使較先進，要到反道嘅，要到外地。南部、北部來嘅，去好多溫水茶快鐵，嚇！人我哋講，啊，唔做再安全嘅去，但是講安全盡量叫冇茶，旁邊天把大了，挨到尾
起来再转嘛。今日天马店天意服是个分消费者方面又有人情味嘅调价，大量车水嘅是，其是一个体力唔会受本后生人嘅不老气势，同时热心推广其天马健身嘅推广。天意服小讲自家医生人，无论做事还是休闲，拢同天马共下。天马正经系自家天意生命。